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性愛資料嘅第20個視頻，介紹歌手容祖兒生辰資料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性格，日月甲男女宮擁有日月甲男女宮嘅命主，深入了解遊戲規則，可以喺事業或者拍拖上有出眾嘅表現。容祖兒喺平民少女到香港樂壇常稱天后傳奇。容祖兒 Joey Young，1980年生於中國香港平民家庭，自幼經歷父母離異與經濟拮據，就憑藉執著與天賦，喺華語樂壇深耕近30年，以百餘座獎盃、數十幾首經典與持續突破嘅姿態，成為橫跨粵語與國語市場嘅獎項收割機，更以韌性書寫咗喺行業新人到時代符號嘅人生軌跡，艱難起步與契機降臨。1995年15歲嘅容祖兒憑卡拉 OK 大賽冠軍身份簽約正東唱片，次年發行首支單曲《第一次我想醉》，卻因為公司規劃問題遭解約，後拜師羅文並加盟飛圖唱片。先喺飛圖被英皇收購後，與葉佩文、何嘉莉並稱英皇三小花，巔峰締造與經典傳唱。1999年成為事業轉捩點，首張 EP Joey 銷量突破13萬張，蟬聯 IFPI 銷量榜23週，憑未知奪10大勁歌金曲最新受歡迎改編歌作獎，更加斬獲新人助獎金獎。2003年憑我的驕傲國語版揮住翅膀的女孩橫掃獎，囊括勁歌金曲金獎、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等大獎，徹底奠定一地位。該曲後成為香港眾小學校歌候選嘅國語版，更俾佢打開內地市場。此後佢開啟獎項霸業，2007年實現10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女歌星5連冠，2014年以10次奪此獎嘅紀錄，獲封最受歡迎歌手10年大獎，同時斬獲9次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，連續11年10大中文金曲最優秀流行歌手女，成為香港樂壇獎紀錄保持者之一。2001年曾因聲帶發炎幾乎放棄唱歌，治療康復後接拍3套戲證明人性。早年面對外貌質疑，始終以唱功打爛偏見。羅文曾評價佢把聲入面有超越年齡嘅故事感。聲案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容祖兒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